有冇試過咧自己清熱，例如可能生咗幾粒暗瘡，然之後咧我哋食龜苓膏，點知咧食完龜苓膏之後仲衰咗，仲生多咗幾粒？有冇諗過咧點解清熱咧會越清越熱嘅咧？其實咧中醫嘅角度嚟講咧，熱氣咧有分兩種，縱然咧你嘅感覺咧就係好籠統咁話，好熱咯，就係會生痱滋啊、生暗瘡啊，周圍都容易發炎啊、流汗啊、口乾啊、怕熱啊、中意凍嘢啊等等。咁但係咧原來熱咧都有分虛熱同埋實熱，所以你喺清實熱同埋虛熱嘅時候咧，都其實係有兩種唔同嘅方法。用錯咗方法咧就會適得其反啦。首先實熱咧就係講緊24小時都咁熱嘅，成日都係熱啦、飆汗啦、口乾口渴啊、眼乾啊、皮膚都熱啊、容易生瘡，而且咧係好快好大又好快收嘅。如果係一個陰虛發熱嘅話，虛熱嚟嘅，咁個熱咧可能喺去到下午嘅時候咧先越嚟越熱，去到夜晚咧就會熱到飆汗啊，或者係瞓着咗先飆汗、口乾，兩者咧都一樣可能會口舌生瘡啊，又或者係生暗瘡啊，甚至痔瘡啊，就係呢啲炎症出現。如果你係實熱嘅話咧，我哋就可以簡單咧飲下啲涼茶啊、五花茶、24味啊，甚至一啲青茶綠茶，咁都係可以稍稍減熱嘅。咁但係咧啤酒咧就千祈唔係一個所謂鬼佬涼茶嚟嘅，佢係完全冇清熱嘅效果，而且咧會令到嗰個脾胃更加陽虛啲，就會出現其他嘅一啲脾胃症狀，例如係肚屙啊，或者係胃痛胃脹啊等等。另外咧，如果你要清陰虛嘅發熱咧，即係夜晚先嚟熱嗰隻，咁咧我哋就可以用下石斛、麥冬、玉竹。或者最簡單啦，花旗參呢啲都係啲清虛熱嘅藥嚟嘅，咁所以咧可以加喺啲湯水裏面咧，都可以稍稍緩解你嘅虛熱。但係如果都係成效不彰嘅話咧，咁就要快啲揾你嘅中醫師睇下你到底係乜嘢嘅熱，同埋應該點樣清熱，點樣解決你嘅 symptoms 啦。